一贯道成员山中义和性等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、台语版。建筑外观，朱心亭与米粒园、山门五圣宫、附近社主村镇安宫、台南艺术大学、湖山头水库风景区、天坛吊桥、1、2、3、4、5樓及地下室與廚房餐廳、五聖宮、供奉五大菩薩。民國98年落成啟用，開放國外活動，道場活動照片，參訪聯誼，慶典活動，重要網站，展望道場簡介，山中風景自世外桃源，名產有山菠蘿蜜，特色感想，義和聖堂是合法申請建造的，建築真宏偉，建築外觀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，由道親設計，誠心同心建成。朱心亭米粒園由菲律賓道親捐款興建的，入道之門及選成道場，山門特色及對聯，期望聖益顯觀3600姓48000賢，五聖宮供奉五大菩薩，大慈大悲大智大願大行菩薩。附近社主村鎮安宮、台南藝術大學、湖山頭水庫風景區、天壇吊橋，創建者以孤單前人義守大老仙的家鄉關田鄉社主村。1樓後天佛堂大佛像，由數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師濟公活佛、觀世音菩薩像，好老前人書籍館及祖師師尊師母像。